話說酷溫琴晚收到個客人嘅求助，佢喺7個月之前呢裝咗一套三刀鈴，但係最近套三刀鈴呢，佢話就算上到最高飛輪嘅時候，即係最輕腳嗰一波呢，都有極大嘅阻力。佢照一照個飛輪連接三刀鈴嗰個結構嘅位置，見到有條花痕，懷疑裂咗，所以就約咗今日過嚟檢查啦。嚟到即時檢查套三刀，純粹係飛輪左下低少少呢，一啲鋁合金物料嘅表面油漆花痕。當鏈條拆落嚟嘅時候，冇同飛輪掛鈎，即係代表呢啲阻力並唔係輪組引起，而呢啲阻力來源呢，係來自牙盤或者個 BB。細問底下，客人原來琴日去咗其他地方更換中軸，拎條曲柄蓋嘅工具出嚟拆嗰個螺絲，哇！點解出盡全力都扭唔到嘅？最後要用長柄嘅六角批咧先至鬆得開。阻力嘅來源源自呢一粒螺絲緊迫得太緊要，而中軸或者 BB 又落得太多呢啲墊片咧，導致佢唔夠位收拾粒螺絲。幫客人處理好之後咧，成套變速系統同埋套三刀鈴咧都轉到順到不得了。可能拖咗個聲。同埋就屋企我整得好實落去，咩原因啊？覺得好似有啲嘢開住。想買 Java Leo 想做改裝，記得揾我哋酷運幣，懶得去咁遠，我哋仲有上門改裝服務㗎。